美国说来嘛，可能会针对药品来起关系。卫生福利部嘛，针对可能会受到影响的药品甲医材来列出清单。即马有癌症的病人是真烦恼，讲未来药啊若起价，看要安怎办咯？也毋过卫生福利部部长邱泰源是表示讲，还未发生的代志，就先毋免伤过烦恼。美国总统川普拍算对半导体甲药品加扣关税，国内癌症病友烦恼受冲击。未来药物计价会起价，恐惊负担不起。不过，卫福部长邱泰源安尼讲：任何还没有发生的事，也不一定会发生的事，我们可能先不要担心。向民众发声，请大家放心。邱泰源强调，卫福部会建立药品欠缺同步处理机制，制定必要药品的清单，鼓励业者增加原料药来源加度比，建立原料药加速审查机制。而且主动监控国内外药品的供应。健保署迄今没有必要药品的清单，食药署的必要清单是用自己管理的，不是为了让厂商通报。厂商通报只是其中他们要做的一件工作。卫福部不能没有对策，你这边要怎么应对？成本真的有增加，那么当然可以有一个可以他提报他的成本，来申请。然后我们有一个公式来做一个调整。另外，为支持新药在地制作，相关修法会伫4月底公告。针对国内制作的含名药或者是成分上述药啊，有优惠设计。预计做出什么成绩？那民众会对药价会有什么感受？我们现在也去鼓励，如果你是在国际先上市的2年内到国内来制造的这种新药，我们也有合价的优惠措施。这边我也应对关税冲击，卫福部已经开始盘点国内药品医材等建立可能受影响的清单，也适时调整药价，必要时阵争取另外预算来执行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